三榮 BB， 除咗表情多，pose 多，緋聞嗰個，多到唔恨添啦。嗱，呢兩位人科 out 咗噶啦，呢個先係最新滾熱辣嘅緋聞 Mr. Right 啊！尋日咧就有報道話佢兩個已經着咗3個月噶啦，個報道仲話早排三榮 BB 喺旺角谷完劇之後咧，本來跟大隊走噶嘛，點知就中途突然落車，轉搭思捷嘅7人車，仲去埋男方屋企公道一宵啊！上門啦嘛，思捷不特止，三榮 BB 仲行奶奶政策，撞見過佢同李媽媽食飯有傾有講，好 happy， 最後仲送埋李媽媽上車先至走啊！哎呀，好齊貼啊！尋日咧我哋問過三榮 BB 噶啦，佢就話嗰日做完宣傳係有人嚟車佢嘅，但係咧佢中途已經落咗車，冇上到思捷屋企喎。至於同阿李媽媽食飯嗰日咧，係上完思捷個節目，成班人一齊慶祝生日，哇！仲例牌講翻句同思捷係好朋友，哇！